所以关心咱台湾的消息，2021年今年过尾了啊，迎接全新的一年，加上呢，今年60年较早到，这旧年较早到，所以讲美发店即马开始出现真侪人要改头换面。美发店的业者表示讲，最近以这个平大人形的头模型上介受的环境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拢追求吹打简单整理了就会使出门。也不过这对美发师来讲是一项考验。本来就是刘海可以稍微有刘海2022年特别结束，真侪人拢想要换一个新的头造型。对于袂啥会晓打扮的男性、女性，透过专业的设计师，得当变个真好看。亲像男性，即马咧加短短啊，上受到欢迎。有业者改良欧美式，设计出台湾版本的。以前的油头都会给人家感觉比较制式、比较老。那我现在帮他设计的是让它线条柔和一点，不要这么的老气。想要改好看，得靠设计师的功夫。女性方面，这几年流行电大波浪，后头装会当去修理的面型啊。女生通常她都喜欢是那种大波浪的，刘海的部分会比较依照每一个女生的五官跟脸型去做搭配。不管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，拢希望简单佮好整理。平大人的头造型，即马上受到欢迎。迎接新的一年，加上过了几年要到啊，做头装的开始准备无闲试试。